席啦吼。这阿强啊，足讨厌的啦吼，足讨厌。啊，这伊利哈木也是中国的眼中钉吼，伊即马袂当等于伊故乡啊，吼啊，这咱全世界吼反对中国帝国主义的所有人应该团结起来。啊，伫台湾就是支持台湾来变一个正港的独立的国家。啊，伫全世界就是爱做伙来揭开中国邪恶的假面具。咱大家共同来拍拼，好不好啊？ 好，来，我画一摆吼。反中地，反中地，除恶习，除恶习，反中地，反中地，除恶习。除恶习。多谢大家，啊，即马过来晚上演讲。接下来我们请伊里哈木会长，哦，好。是。安尼我就讲到这吼，啊，咱这个因两位讲煞，黄主席啦吼，黄主席压阵安尼啦吼。行。啊，